生物来关心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。这个苏丹红是这工业用的染料，这食若济有可能会生癌。进前呢有查出讲有用这个苏丹红做这个咸椒粉流入市面上。出名的零售大牌子如营公司，以这个虾味鲜、黑味鲜，都用8公斤的这个有问题的咸椒粉生产3万多公斤这个咸的这个虾味鲜。这个高雄市卫生局赶紧有这个材料通知其他县市，目前的各通拢伫回收，如营食品是表示讲，针对原料一向是拢严格伫顾，对着即摆原料商的疏失，引起消费者的不安，致上万分的歉意。黑味鲜是未少人囡仔时代回忆，不过这包四小瓦咸的口味，红检出内底有低盐物苏丹红环境粉。高雄市卫生局的警员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到大卖场稽查，将有疑虑产品全部落架。有问题的是有效期限今年9月初8到10月初2，咸的黑味鲜。进前，环联管府查出辖区内的制成公司背后高雄自营公司8公斤有苏丹红的环境粉。卫生局伫昨日到现场稽查，有3万多公斤咸的黑味鲜已经流出去到各地通路。进货来源皆有符合相关卫生标准的检验报告的文件，原料商的疏失而发生这样的事件，对于消费者及社会大众所产生的不安及疑虑，在此我们致上万分的歉意。如营公司表示，对原料的来源拢有严格把关，这2年拢会向制成公司来采买，针对产品用到有疑虑的原料，后续会配合卫生局来调查。2024 9月30，新竹市卫生局嘛清点辖区内卖场甲超市等等13间实体的贩售通路，13家实体通路。那目前下架总计1827包。呼吁民众若是买到有效期限，伫今年9月初8到10月初2咸味的黑味鲜，就要赶紧退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